好，繼續肥蘇足球世界咁啊！琴日咧就廚房方面咧就亦都相當理想啊，戰績啊，咁亦都係幫大家收到好多米噶。咁啊，雖然咧視頻版嗰場亞甲咧最終唔 OK 啦，但係都唔緊要嘅。今日繼續努力啊！咁啊，今日都係講巴西杯啦。咁巴西杯咧，其實我就盡量唔想講嘅。點解咧？就因為本身咧就好多球隊究竟個心態如何啊，派咩球員踢啊？咁呢個咧就隊都唔同嘅，狀況唔同啊。但係今場波咧，我揀哥連泰斯嘅原因係因為佢哋換咗新領隊啦。杜利和祖利亞咧前巴西國家隊嘅領隊咧走馬上任啦，因為上近期嘅戰績麻麻地啦。咁再者咧就炒咗阿根廷嘅領隊迪亞斯之後咧，球隊咧就似乎好似咧冇咗方向。上個禮拜咧喺巴甲咧0-4大敗俾呢個法明高咧，完全打得好曳好曳嘅。咁所以咧佢即刻上嚟咧就要修正個球隊㗎。咁啊而今日嘅對手咧就係洛和利桑天奴咧，都係嚟自聖保羅州嘅球隊，喺八月嘅水準。咁兩隊就熟嘅，因為喺聖保羅州聯賽咧對碰過嘅。咁你話哥連泰斯贏唔贏到咧？我覺得應該可以贏到嘅。咁但係咧取其咧，我自己今場波咧都穩陣少少，因為咧其實佢哋都要週末啦，都要打聯賽啦。咁再者嘅對手都唔弱㗎，因為喺主場咧都係出戰咧就國際體育會。咁所以咧今場波咧，我反為覺得咧，就算咧哥連泰斯會贏都好啦。其實入波相對應該唔會多嘅。咁我覺得杜利和祖利亞雖然就話喂教巴西國家隊真係唔掂㗎啦呢個領隊，但係咧教即係球會咧都仲可以嘅。咁啊，所以呢場波咧就大家即係都 OK 嘅，可以。入球少啲啦，咁啊，即係呢個取其係簡單啲啊，咁啊，所以我今場波就一個簡單嘅推介，咁啊，亦都咧除咗呢個視頻版之外，文字版都會有繼續啊，同埋尤其是廚房方面啊，要繼續支持啊，因為今晚咧好多好靚嘅比賽啦，尤其是歐冠4強第一回合，因為呢個亦都係另一場嘅對碰啦，巴塞咧就對住國米，咁所以咧記住繼續支持肥蘇，繼續收米啊！